苦就係冇人分享咯，即係當刻嘅 moment，即係無論開心同唔開心都係。面對，我覺得係由一個舒適圈跳去一個完全陌生嘅圈子咯。仲要即係你自己一個人過去嘅話，係身邊完全靠自己去處理任何嘢咁樣。如果諗翻第一次出去嘅話，係唔知要面對咁多嘢。我嗰陣個心態就係覺得，我去到專心好努力咁樣練波，咁就應該冇其他嘢要煩。點知去到之後，哇！又要諗即係起居飲食啊、交通方便啊、生活嗰啲，完全係覺得哇，好似完全係一個陌生嘅地方，唔知頭唔知路㗎嘛。即係可能以前去台灣都淨係去旅行嘅啫，唔會話住喺嗰度咁樣，所以就嗰陣時都用咗段時間去慢慢適應，去慢慢習慣。我覺得對我嚟講適應比較容易，因為可能我之前已經試過去外國自己生活。所以我又冇嗰種自己要適應自己生活嘅問題咯，因為本身香港好細，變咗香港嘅生活啊需求，所有嘢其實太方便。咁但係唔同嘅係其他國家，可能佢哋啲地方好大，咁可能你去出去一個 mall，或者你想揾啲你需要嘅嘢，其實可能要個幾鐘先出到去。點講呢？香港嘅環境令到即係可能你唔中意一樣嘢，你好快可以轉到另一樣嘢。咁但係即係可能如果你揀咗去外國踢波嘅話咧，其實如果你嗰一刻你先去到，可能你覺得原來出去淨係做一樣嘢係可能咁悶嘅。咁當你想去翻轉頭或者揾第二啲嘢去令到個人更滿足嘅時候，就會比香港難咯。現實嗰個職業可能係會比你想象中冇咁多姿多彩。即係可能人哋每次翻嚟都問我，你喺日本嗰邊有冇去邊度玩啊？有冇食邊啲嘢？跟住我去咗台灣2年，去咗日本2年，我講真係日日練波咁，就係冇時間，冇機會去食好嘢啊，去啲景點或者遠少少嘅地方玩咯。即係我完全淨係留喺個地方 stay 喺嗰度，每日淨係去球場屋企，球場屋企，跟住可能去啲贊助公司翻嚟咁樣來來回回咯。所以人哋問我，你係咪玩晒成個台灣，玩晒成個日本？我話我冇啊，我都想啊，冇啊。職業球員啦，咁首先首要條件係每日都係練波啦，但係翻嚟香港可能球隊練2日3日，跟住加埋香港隊又係練可能1日2日嘅話，咁先啱啱好5日，又或者有時都係練得個4日，已經嗰個強度都唔同，嗰個時間練習時間，同埋香港地係即係一夠鐘要即刻走噶嘛，但係人哋即係日本嗰邊唔係嘅，我可以想幾時去球場練都得嘅，只要個球場冇人用。email 嗰啲，寄 email 出去，你喺 Google 揾唔同球會，或者你傾向揾啲咩？咁但係通常好嗰啲就唔會要你噶啦。咁你通常都係揾啲偏門少少啦。同埋如果你第一次出去，基本上都唔會揾到即係好高級嗰啲球會，好叻嗰啲球會。咁所以就揾啲偏門少少咯。咁跟住睇下有冇人覆你咯。幾間又傾下嘅，但係有啲可能就會變咗係，我有啲會同你講，我哋淨係得 part time 咁樣，你可以過嚟踢，但係我哋 part time 咁。即係第一個 step，你要出去，未必有人幫你噶嘛。有人幫你係好事啦，但係未必有人會幫你噶嘛。咁冇人幫你嘅時候，就係呢一個 step 咯。阿爾巴尼亞嗰個咪就係我 send email 咯，嗰個係一個歐式體驗。歐式體驗就係去到就係要同人撞，瘋狂撞，跟住係都真係會彈開。嗰陣係機緣巧合之下，就係 Alan 去問嗰邊買波衫，跟住之後同嗰邊球隊經理傾偈，跟住佢哋就話：你有冇香港女仔嘅龍門推薦啊？我哋想揾外援翻嚟補強啊，即係想增強球隊能力咁樣，缺個龍門咁。跟住佢就嗰陣同佢未識㗎，係因為其他師兄，跟住之後就介紹咗我，跟住我先同佢講。佢第一個就問我：你有冇興趣去台灣踢波？我話嚇有機會梗係有啦咁樣咯。
佢係好神奇嘅，就係咁樣。跟住之後就慢慢搭線，自己問啲港超嘅師兄話：喂，點樣整份 CV 出嚟啊？嗰啲片點樣㗎？大概係點咧？可唔可以 send 嚟俾我睇下咁樣？完全係一頭問號啊！嗰陣係，跟住全部咪自己砌一砌，仲要可能2日之內就要整好晒所有嘢，就 send 過嗰邊俾人哋睇。即係運動員嘅 CV 其實係好危險嘅。運動員嘅 CV 一陣間俾你睇下，但係多數都係喺即係你有直播比賽，你先有 CV 嘅片出嚟，好似見工咁樣咯，列晒你踢過邊隊，攞過咩獎。係啊，中文啊、英文、日文版你都要 ready 咯。即係如果你演唔同國家嘅，第一步咯，嗰個位就好似 send email 咁。嗰個第一步就係隻身去咗一個唔知一個咩地方，然後附近就係好專注地只可以 focus 呢樣嘢嘅嗰個第一步咯。所以個時間都偏短嘅，但係我都慶幸個時間偏短嘅，即係我覺得所有嘢其實嚟得啱啱好嘅。如果真係當一個球員佢好想外流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考慮到究竟我應該留喺度定係外流。咁係啊，即係好兩睇，因為我覺得即係可能let's say咁樣，我覺得我自己都偏向黃昏時間啦。咁如果有一個咁好，即係唔係咁好，即係如果可以有一個穩定嘅資源同埋環境去 support 我繼續去做呢樣嘢，咁當然好好啦。咁但係可能如果我18歲，我有能力，咁我就會 prefer， 咁我梗係出去試。當然可能冇人工，但係出去試。咁但係當然18歲可能未有呢個思維，咁就係咯，即係我覺得啲嘢環環相扣嘅。壓力其實喺出邊係真係大啲，因為其實你會感覺到無形之間好多人係望緊你個表現，同埋就算你場內場外，佢哋都係有留意你咯。都有少少壓力嚟呢個位會，因為香港個排名係低啲嘅，所以當出到去嘅時候，其實係會有呢個壓力。咁但係冇辦法，你出到去就係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證明你自己咯。跑咩？你跑埋佢啦，大佬啊！